第六项，受难者家属访问记录。1987年228大屠杀发生满40天的事。地南洋先生、陈永兴医师、李胜雄律师，甲一寡有志海内外台湾人的团体，同齐发起成立228和平日促进会，主张爱将事实公布，大声甲真相讲出来。迄年7月15解严了后，受难者遗族才偷偷较敢讨论这个代志，公开讲互所有的人知影。有真侪团体、个人有访问受难者的亲人，也是当时伫现场的人，互咱搁较了解迄阵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才通为历史内底追求公平、正义。因为台湾人长期受实名语文教育，到今无改变，罕得有人有才调用受访者的语言记录，嘛无使用家己族群语文的观念。直到台湾人咧整理这个史料，也是访问的过程里，书面记录有留落来，拢是用加害者、实名者的文字来记。这个状况有可能造成受访者的话语走精去，感情语气无同，甚至意思无完全共款。搁较有可能真侪观念、史观，因为使用中国语文，会受中国政府的角度，也是中国思想大大影响，互拖歹去。这个现象难为现代台湾人受对面中国影片、文章洗脑，就通知影好歹。这也是我要做台语文228导览上大的原因，请大家想看卖，做阵甲咱的语文捡回来，才通甲台湾人的灵魂甲性命找回来。